再来看澳洲的雪梨，一只无尾熊哦，行去火车头，有真侪民众拢惊一条，警察嘛出动。后来，这只无尾熊哦是家己离开。伫澳洲，因为像那大火甲都市的开发，无尾熊的生态地受到破坏，因的生存哦嘛面对灭绝危机。 这只无尾熊伫外台顶行动，看起来当咧找路。伊爬上楼梯，显然毋知影会往倒位去。爬上楼梯了后，经过电梯口停一下，继续往头前行，搁显得丢毒。行几步也是月头，即摆停伫楼梯门前，遐看则看，然后落楼梯，有落去看到真意外，搁摕手机翕。无尾熊搁行转来月台，毋过路线真危险，都惊一个无细哩。这个时阵警察到啊，无尾熊伫后壁有警察逮到的情况之下，只会当继续往头前。 最后，伊跳上飞轮离开车站。这段过程，当局也对经过的列车提前发出示警，降慢速度。民众看到野生动物啊，踅大街，尤其只要无攻击性，像无尾熊这种毛茸茸、古锥的动物啊，伫眼前行叮当，定会感觉特别趣味。也毋过也会互人想到，安怎伊会伫遮咧 We have destroyed 80% of their habitat. The remaining koala habitat is 20% of our continent, and that is under enormous pressure from agriculture, from coal mining, from road building. 无尾熊袂当伫家己的生态地活动，煞伫城市交通建设中软来软去，代表因的生存受到威胁，也凸显因的生存危机。伫澳洲部分地区，像新南威尔斯、昆士兰等，无尾熊防定为濒临绝种动物。根据官方统计，2021年全国无尾熊的数量是92000只，比起20年前的185000只减少一半。公司新闻吴文林报道。